嚟泰國千祈唔好問點解。有冇發覺你嚟泰國去揼骨，或者見到酒店嘅 staff 嗰陣，心入邊都有一個大問號，到底應該俾幾多 tips 先至夠得睇呢？雖然話冇人嫌錢多，但你係咪次次埋單都15、16？驚俾得少顯得寒酸，俾得多又驚做壞規矩。其實泰國原本係冇 tips 嘅文化嘅，呢一套規矩係19世紀受西方影響先至引入嘅，演變成為地道嘅善念謝，即係解心意。但係泰國人對錢嘅形狀係好執着嘅，紙幣係尊嚴，銀仔係侮辱。喺佢哋文化入邊，散銀係要嚟俾乞衣或者捐獻用嘅，所以無論你覺得20銖有幾咁少，只要係紙幣都係一份尊重。咁唔同場景嘅基本 standard 究竟係幾多呢？第一，酒店篇 bellboy 幫你拎行李 ，housekeeper 執房，20銖係基本嘅禮貌，完全唔覺得核突啦。當然視乎你去嘅酒店級數啦。第二，按摩篇，如果係街邊平民店，20銖到50銖就 OK 啦。但係如果你揼2粒鐘有高級 SPA 啊嗰啲呢，或者人哋揼得你好爽好舒服，咁呢啲情況通常都係100銖起跳嘅，咁係對人哋體力勞動嘅認可同埋尊重嚟噶。第三，交通食飯篇，的士啊 Grab 啊，通常呢唔拎找錢呢就已經係俾咗 tips 噶啦。咁至於 food court 或者路邊攤呢，係唔需要俾嘅。今日分享嘅只係一個基本嘅參考，俾 tips 呢啲嘢其實可以好隨心好個人嘅，最緊要視乎你去嘅場所同埋服務嘅滿意度，環境越高級 tips 就自然跟住升級啦。想知道更多曼谷貼地資訊，記得 follow我哋啊！